10月16是世界粮食节，因为这几年呢，因为这极端气候、战争等等因素，全世界有超过7亿个百姓伫咧摇巴岛。咱的农粮署也招民间团体做伙捐出2万多吨的白米，要长期伫咧做国际援助的 NGO 团体召开论坛，希望让咱的台湾民众了解到国际上大家伫遐尤其失当，也有囡仔营养不良的问题。 这几年因为极端气候，地区真侪国家有出现高温可汗，影响到农产的种植和收成。除了天气因素，像中南美洲的海地，因为当地治安和经济无好，根据海地和联合国组织9月底发布的报告，指出海地有48%的人口540万人有摇巴冻的情形。Justement fait qualité, nous devons manger, on doit manger, nous sommes obligés de manger. Parce que comme si la nourriture n'a pas été protégée de côté, justement obligé de goûter, juste pour battre combattre pour chaque combat. 地区粮食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包括气候、산책和战争等等。根据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调查，2023年全世界有超过7亿个百姓摇巴肚。10月10日世界粮食节，有民间团体和农业部、外交部做伙管理援助10个国家，嘛招专家学者开论坛，希望让台湾民众了解国际上尤其和囡仔营养不良的问题。台湾过去也是靠有一段时间是透过外援的哈，不过我们现在台湾。 的农业技术已经很发达，那我们希望也可以把这些最新的技术，也可以造就那些发展中国家，希望说提升他们的农业产量。 民间团体表示，除了关闭印度51个国家拢有设服务据点，希望透过培力，让当地的百姓有能力改善家己的社区。也那农粮署是表示，台湾自2002年开始，逐年拢有捐公粮的计划，今年是拢总捐出22000吨的白米。目前咱就袂去甲这公牛利用这个机会吼，更加去援助咱遐的迄个较欠的所在，包括海地啦、洪都拉斯啦吼，拢是算较善食啦、较欠米的所在。农粮署表示，希望透过各大公司部门的协作和国际合作的行动，来响应国际关心的粮食安全和药剂的议题。记者卢尚如、郑春友台北报道。